来参加祈祷。主爱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佮互阮一摆伫你的面前，阮伫遮要参加过来学习祈祷的功课。主，阮知阮拢无够，总是对保罗先生对耶稣所留的教示，阮要参加来学习。求你的圣神教示阮祈祷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每一个基督徒大概拢捌为着什么是上帝的旨意，甲牧师，还是甲其他的朋友、基督徒的朋友伫遐讨论，兼且伫查经班，还是伫成人主日后会讨论即个代志。咱今仔日所读即个帖撒罗尼迦第5章16到18节，短啊3节吼。我那是较爱旧的迄个巴克利博士的翻译，我对细汉念经句就安尼念，伊安尼写吼，着常常欢喜，着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点伫耶稣基督恁的旨意。照我所会记得，圣经内底在讲上帝的旨意。第一直接的是伫这个所在，有人讲这3节圣经短啊吼，是基督徒的生活的守则，基督徒生活的 SOP 啦，真有意思的3节圣经吼。对保罗来看，咱若常常欢喜，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。安尼就是得行上帝旨意，真简单吼。咱定定伫遐咧要上帝旨意是啥？这就是啦。保罗安尼讲的啊。咱即几礼拜拢伫讲祈祷的代志吼。保罗伫遮将祈祷、甲欢喜、甲感谢连做伙。祈祷甲感谢连做伙吼，咱较快了解，因为咱拢捌用。祈祷感谢上帝，伊的恩典。譬如讲，你逐项拢真顺遂，你会破病得到好，感谢上帝，用祈祷感谢上帝。所以祈祷甲感谢，这咱真简单，咱知影。总是吼，祈祷甲欢喜连做伙吼，咱可能较少讲，咱可能较少安尼看。我想咱拢捌。感谢上帝，出于欢喜感谢上帝，总是祈祷的欢喜吼。这是真趣味的组合啦，吼，这是真趣味的组合啊。因为吼，一般来讲，咱看灵修甲祈祷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若要老实，咱大家较老实的吼。咱看祈祷甲灵修吼，是那亲像咱做基督徒应该尽的任务。啊，牧师就常常安尼讲吼，啊，所以我就安尼，这吼祈祷吼，无啥物无欢喜的所在啦，我相信无啦。啊，要讲号做着欢喜吼，老实讲，要欢喜啥吼？我常常在想讲吼，对基督徒来讲，灵修甲祈祷吼，是甲遐个医生命令因吼，都爱运动吼，毋通食伤济，遐人的心情差不多啊。先安尼讲，你敢知？咱基督徒拢知影，祈祷读圣经对咱的灵性真好啦，咱拢知。啊，遐个吼，无运动袂使。无节食袂使的人哦，因嘛知影，因都爱运动，因都爱节食，总是要实行哦，无遐尼简单呢。我相信咱大家拢有这个经验哦。啊，保罗佫讲哦，就祈祷无煞。中文的圣经翻译叫做不住的祷告，无停的祈祷，迄个。英语的圣经翻做 "Pray without ceasing"， 袂当停的祈祷啦。啊 ，Pray continually，
继续祈祷。咱新发明的圣经，咱今日读的这都是翻继续的祈祷啦。我今仔日的讲道题目哦，叫祈祷无煞，后壁一个感叹号，迄是圣经安尼讲，咱肯定这句话，叫祈祷无煞，这圣经的命令。迄 question mark 是伫遐，咱要安怎？敢有法度祈祷无煞？咱确定会去转来讲这个题目哦。我要讲这个问题以前，有几项我感觉对祈祷较实际。啊，我伫顶2、3礼拜无啥讲到的吼，我爱甲咱来三角看吼。对咱的我顶礼拜有讲，祈祷是一个操练 ，discipline 是一个操练。有帮助。啊，这是耶稣的教示。耶稣伫圣经内底，伊讲祈祷的教示讲真少。无真济，主要是伫马太第6章，咱今仔日读的，伊教人安怎祈祷。伊讲恁祈祷的时，就安尼祈祷，过去教因主的祈祷文。迄个头前，我顶礼拜有讲，对耶稣来看，祈祷伊毋捌甲人教讲是安怎着爱祈祷，伊毋捌安尼讲，伊直接讲。恁祈祷的时，我顶礼拜有讲，英语是 when you pray， 毋是 if you pray。对耶稣来看，祈祷是应该做的代志，所以伊敢若讲，恁祈祷的时都爱安怎祈祷。伊教学生安怎祈祷。这个马太第6章以外关于祈祷的教示，敢若搁一个所在尔定。迄是伫路加第18章，耶稣讲一个譬如，伊讲吼，有一个法官，毋惊上帝嘛，毋惊人。我看若做法官，毋惊上帝啦，毋惊人。伫台湾吼做恐龙法官啦，大概迄款的啦吼。大家拢毋惊嘛，伊拢敢收红包迄款的啦吼。迄城内有一个官夫，伊有冤枉，伊去找即个法官。这个法官咧去头拢歹插伊，毋过这个负责人一直去找，一直去找，找到耶稣伫譬如内底讲，这个法官家己讲，我想我还是甲处理伊个代志，若无安尼个甜吼甜袂了。耶稣开始第1节第1节要讲这个譬如以前，伊讲吼，恁着常常祈祷，毋通灰心。耶稣。咱拄仔读的，伊讲祈祷毋通落长，伫遮讲祈祷毋通灰心。恁着爱像迄个对上帝祈祷吼，着爱迫切祈祷，像迄个官夫安尼去甲迄个法官个甜。这真趣味的故事哦。耶稣教咱祈祷，敢若安尼啦定。对吼，搁另外一项哦，人常常问我讲祈祷的姿态安怎？要安怎？会徛也是坐也是啊？这人若问我这个题目，我大概拢甲因讲，较要紧是祈祷啦。你徛咧也好，坐咧也好，你倒咧也好啦。伫圣经内底讲，耶稣去克西马尼祈祷的时，伊趴伫涂骹祈祷呢。伊趴伫涂骹祈祷。圣经。内底有常常有讲祈祷的人用跪的，这有影用跪的耶稣伫克西马尼，我都伊趴伫涂骹咧。几礼拜伫圣经内底，耶稣祈祷的时候，伊举目望天祈祷，举目望天祈祷。所以圣经内底无甲咱讲祈祷着爱安怎祈祷，搁一项祈祷目睭爱闭起。圣经嘛无讲祈祷目睭爱闭起呢。我想目睭闭起的原因是吼，你目睭金金的时候，你祈祷吼，若看到物件会黑白看吼，你袂集中啦。所以目睭闭起祈祷，敢若就是咱一定爱安尼做。我会记得阮细汉的时候，阮兜家庭礼拜，我迄阵我上大汉的吼，我祈祷的时候，目睭拢会偷看。
恁下袂细汉的时，我想大家拢会偷看。啊，阮祈祷线吼，阮小弟竟然甲阮爸讲：“阿兄拄啊祈祷目睭金金。”我讲啊，你哪会知？真趣味嘛吼，目睭敢着爱起起？无一定，圣经无安尼讲呢，圣经无安尼讲。过来贵个问题，新教咱较无贵，天主教圣公会，你若去因的拜堂，你会当看，因迄个以下后壁拢有一个会当扭落来，有需要的是因跪咧祈祷。我有时想讲，咱新教可能爱学用骹头有祈祷，咱尽管是坐咧祈祷，徛咧祈祷。我听伊讲以前的教会吼，祈祷拢用徛的，迄是19世纪的祈祷拢用徛的，要甲上帝讲话毋敢坐啦，啊唱圣诗拢用坐，啊即马跟教会无共款。而且我是要讲，这毋是真要紧的代志啦，要紧是祈祷啦，要紧是祈祷，跪咧祈祷吼。咱无迄落互人跪的设备啦吼，所以跪咧祈祷，我感觉跪咧祈祷真有意思。当你跪咧祈祷的时候，你大概骄傲袂起来，你知？你会真谦卑啊，毋是？咱拄着人吼，我拄仔讲，迄个祈祷的姿态，毋是真要紧的代志，总是咱拄着朋友的时，咱会拍招呼，会握手，会笑，会真欢喜见面。有一个名叫做 body language， 拄着人哦，人讲什么出门看天星，入门看人意吼。啊，你若看到迄落一个面安尼凹凸凸的，你就知影人无欢迎咱啊。迄个 body language 咱看会出来。咱拄着真久无见面的朋友，咱真欢喜个。咱要甲上帝讲话吼 ，body language 咱敢免小注意一下，咱敢免注意咧者。你若倒伫病床，真正无力啦，你倒咧祈祷，我想上帝会听啦。迄毋是问题，毋过会当的时，爱用拄好的姿态来祈祷上帝。天主教徒咧祈祷吼，因拢会比安尼啊吼。老实讲，我毋知影，这是毋是假啦？哦，啊，因若搁较要紧的，拢会念啦。因会念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上帝安尼啦。God the Father, Son and Holy Spirit， 因会安尼念。啊，有一寡较灵魂派，因咧唱歌的时会多举手。真侪人捌问我讲，老实讲，我无惯势安尼做，我无反对。总是吼，咱伫遐唱歌咧举手的时，若是你出于真正的感动，你安尼真好啦。若是安尼为着安尼要互人看，讲我真敬虔吼。咱甲耶稣讲的遐法利赛人徛在路头祈祷，差不多你知。所以这是咱家己爱省察的人的所在。搁一项，咱爱常常祈祷，有祈祷的习惯。我顶礼拜已经讲真济啊，吼！我讲咱都爱学习圣诗所讲的，万事拢通对伊讨，也是讲着将逐项来祈祷。这毋是干那圣诗咧唱好听。事实是安尼，咱无论伫什么境遇，拄着什么困难，咱会当真自由，为着家己甲上帝讨，嘛会当有需要的人，咱替因祈祷，伫因的人，伫上帝面前替因祈祷。我若去探病院的时候，看到内底医生，大家拢伫无用，有人等伫遐伫等要，互医生看，有诶等要开刀。我毋捌咧，我毋捌咧。毋过我看到遐个人诶时候，老实讲，我伫心内拢替因祈祷啦。
真正我毋捌咧，毋过伫遐人拢是有需要的。我家己入院了吼，这毋是咧甲恁电的啊啥？我入院了，我伫入院的时候，我捌想着讲，哦，我伫遮咧化疗的住甲咧艰苦到要死吼，啊，人外口安尼出入入足自由的，足好的，我足幸福的呢。啊，我等于想，毋知有人会替我祈祷无？我想即个代志了吼，我出院了后到即嘛吼，我若对病医过吼，有些迄种袂记的啦，坦白甲恁讲啦，我若会记的吼，我真正我拢毋捌咧咯，我嘛毋知啥伫内底，我真有去着因祈祷咧，真正是安尼咧，咱会当替人祈祷。当我爱甲咱想地肉的代志，保罗讲着祈祷无煞，这毋是干那我当来讲常常祈祷，毋是，是无停的祈祷。我想真久，咱敢有可能祈祷无煞？哦，我以前拢。定定讲，这是啥？老实讲，假使讲我若咧坐飞机啦吼，我若咧坐飞机，迄个驶飞机的吼，我望伊较注意的头前飞行的情形啦。伊若目睭开开都遐祈祷无煞，我会烦恼呢。哦，是讲，你去互医生要开刀吼，医生开刀目睭开开伫遐咧祈祷无煞吼。你会感觉安怎？有恁捌可能捌听到一个故事，讲有一个牧师甲一个继天查司机过身去天堂，拄着彼得，彼得看咧，甲牧师讲你爱去地狱啦，甲迄个继天查司机讲你会使入去天堂。后来牧师足懊恼讲，那你是安怎？我一生做牧师，彼得讲你毋知哦。你做牧师，你咧祈祷的时候，大家拢咧困。这家庭就是咧驶计程车的时候，后壁的人拢咧祈祷呢。因为这祈祷的题目真歹讲，我爱讲一个，互恁会当笑。有影，什么合作着祈祷无煞？伫我个人的灵修吼，我真爱读一个天主教的神父，叫做 Henry Nouwen。Henry Nouwen 伊的册中文翻译足济，灵修的册足好的，恁有机会要来看。中文翻译的名叫做卢云啦，姓卢云 Nouwen 来看啊。我应该做一个 PowerPoint， 我无做，不要紧啦吼。卢云伊写足济，我真爱读伊的册。伊伫1996年吼，忽然间心脏病过身去，足无彩。60岁，伊有一篇文章吼，专门咧解说 "Pray without ceasing"， 就祈祷无煞，不止长啦，不止长。我大声甲恁讲，我读迄篇，为着要讲到我迄篇文章对头读到尾，迄差不多5-6page哦。5-6page，敢若即句伊写5-6page，英语的我读2遍吼。我有试讲将伊内底的较要紧的拢提出来，整理你的，像今仔日要讲互恁听吼。我老实甲恁讲，我到早起来时吼，看我家己写遐吼，我家己都看无，我讲恁绝对听无啦。真正是足歹解说啦。真正足歹解说。我大先介绍这个神父吼，卢云神父。伊是荷兰人，伊伫大学读心理学，伊尾来摕到心理学的博士，来美国，伊做神父。伊毋是一个普通神父，伊写真侪灵修的册，伊是足优秀的人。伊捌去耶鲁大学的神学院教册，
嘛捌去哈佛大学的先人伊教册，你就知影伊即款是啥物人，伊是足迄落。到伊要死的差不多十几年前吼，伊伫哈佛教册吼，伊家己讲的，伊讲伊伫新人伊内底看到迄教授安尼勾心斗角吼，伊看甲足动袂了的。伊虽往伫哈佛大学新人伊教册，伊袂满足。伊到尾啊吼，伊去倒遐你知？伊去 Oakville Ontario， 咱加拿大 Oakville Ontario， 一个所在叫做方舟。恁捌听迄方舟无？就是专门伫修迄落较迟钝的啊，有迄款，你捌看到迄囡仔有诶安尼吼啊？你看到知影迄款的啊？伊去遐吼，真正屈家。哈佛甲耶鲁的教授，伊去遐吼照顾遐个无法度通家己照顾。伊伫一本册内底写，伊逐早起来就会赶撸出去，赶换衫，赶创啥呢？遐做伊讲，伊伫遐吼真正找到生命的意义，是即款人。啊，伊写这个，我真爱读伊的册。啊，我吼。早起吼，看我家己写的，看了我连我家己也看无，我毋敢讲恁听。总是我将伊内底讲的吼，主要的我直接甲咱大家分享。因为伊是心理学的教授，伊吼要讲着祈祷无煞的事，伊大声用心理学，伊讲吼，咱的头脑吼，真活动啦。咱不时拢在想代志，你敢捌安尼想？咱不时拢在想代志，你的头壳毋捌空，你无代志，头壳有物件伫遐，一定有物件，你在想代志。困的时嘛是咧叮当，咱做梦嘛，那这实在的代志吼。有咧有人真好想啦，啊想甲足超烦啦，啊来困袂去，真侪人安尼。伊讲为什么会想甲安尼困袂去？是因为我伫想的代志，拢想我家己的代志，想我家己的代志。啊，想家己的代志吼，想了想嘛，有时啊想甲会惊吓呢，无代无志，想甲惊吓。即落人真济，咱拢捌拄着。有时啊，咱嘛会安尼自我中心，吼。啊，伊讲真济基督徒吼，因。伫因的生活内底有灵修啦，总是因的灵修吼是伫，这毋是讲毋好哦，那有是真好啦。普通拢早时啊起来灵修，哦，阮要做牧师嘛是拢讲讲，你透早起来读圣经祈祷啊好啦。伊讲真济基督徒吼，早时啊起来读圣经了，过去规日吼，伊所想的代志拢无咧想上帝啊，拢咧想伊家己的代志。这是。啊！伊讲一个基督徒煞将上帝甲塞伫早起时啊，迄几分钟啊，剩的拢我的代志。伊讲吼，啥物好做祈祷无煞？伊讲，当你会当将你所想的你的思想，伫上帝面前，有一句足要紧的话，叫做 in the presence of God。伊讲毋是一日间咧讲上帝哦，是你家己真正感觉你伫上帝面前，将你所有你会想，你真有意识讲，我即摆伫想这个代志，我伫上帝面前想，哦，这真严重的代志呢，伫上帝面前想哦，吼，伊讲你若会当安尼的时候，你的思想自然会变作祈祷。我拄仔讲，我若照伊安尼讲，恁会听无？我真正是想到安尼，我今来讲恁，真正是安尼。咱将迄个自我中心的思考换做伫上帝面前的祈祷，将所有你欢喜的代志、悲伤的代志。你想你咧想你的厝里的人，你咧烦恼你的囡仔，你咧烦恼你的太太、你的丈夫，这个代志
拢总伫上帝面前正做祈祷。有一项代志，伊无讲，我想的啦。我即个头壳爱黑白想，咱讲头壳一直想。我咧讲，我咧想讲哦，咱若真正会当伫上帝面前吼，将所有的咱的想法拢正做祈祷的时候，我张信义若伫想讲，我要安怎来垫即个张罗，上帝拢知影。咱所佫像伊讲真要紧的代志是讲。咱所想的，伫咱头壳底所想，上帝拢知哦。这有影的代志。虽讲你无伫上帝面前，你想啥伊嘛知。你伫上帝面前，你若有意识讲你伫上帝面前的时，你伫遐咧想计谋要做歹代志的时，至少咱会较客气，敢袂？较毋敢嘛。这 Henry Newman 无讲这是我家己想的，真正是安尼呢。伊讲吼，咱咧想家己咧想代志的时，普通拢自言自语。咱用真简单的一个主妇来讲，时间到人伫要下班啊，我就爱来煮饭。你袂甲啥人讲，你会甲家己讲。伊讲咱想代志拢大部分拢是自言自语。独白，总是当咱若将咱的思想换做祈祷的时候，咱伫上帝面前 ，in the presence of God， 甲上帝咧对话。这讲真简单讲，要安怎做？ Henry Newman 有一段专门在讲这个代志，伊讲这需要 discipline， 需要操练，唔是真简单会当做的代志，需要操练。又甲操练下一个定义，伊操练是啥？伊讲操练是心灵日常的练习，是直接有意识。 佫有确实的行动，我佫讲一遍吼。操练是心灵的日常的练习，是直接有意识佫确实的行动。因为无地路通行，需要锻炼。 咱要到这个境界吼，我想咱大家距离拢不遮远啦。我做牧师嘛同款啦，咱大家拢知。总是认为咱做一个基督徒，这是咱追求的目标啦。Henry Newman 有用耶稣一句话讲，耶稣的生涯是咱着基督无煞的模范。伊讲我的爸踮伫我踮伫我的爸。 这耶稣的生涯是基督无煞的生涯。最后我要用一个我伫 Facebook 看到的吼，真甲这有关系。伊讲吼，你若摕一桶水伫你的手，你去踢着滑倒，迄个抓出来的物件一定是水。你若摕一杯咖啡， 你去踢着，你跋倒，你的咖啡会车倒，搬出来是得啊！你我咱的内面，咱内面有啥物物件？当试炼到的时，你甚至有跋倒，你抓出来是啥物物件？咱真会当互咱检讨，敢是？我想这是保罗所讲，就基督无煞。 的理由，阿门。咱来三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通过保罗先生的教示，通过阮主耶稣基督的教示，我阮搁一摆思想，真无可能会基督无煞。感谢你，互Henry Newman用安尼
甲阮说明，互阮更较明白。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伫基督的路程的中间，会真正欢喜操练，甲你拿成棍。基督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